Hello, everybody. Thank you all for joining us today here, and also those of you joining online for this open day talk, where Mr. Alex Au, our alumni of the CPE and LLB program, the MMU CPE and MMU LLB program at Hong Kong U Space, and he will present to us his viewpoints on law and his journey to the PCLL without going into the professional legal practice, showing that while many CPE graduates do becoming practicing lawyers, others such as Mr. Ao have found meaning and success in broader pursuits. Please feel free to interact with the speaker on matter relating to his talk, and if you have any program related question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registering for the upcoming targeted information seminar with the CPE program leader on the 16th of the June before application close in early July. So with that out of the way, I'm happy to pass the mic to Mr. Al. Thank you. Thank you, Alex. Hello，大家好，我係Alex 啦。咁喺HonU Space 嘅 program 裏邊 graduate，亦都近來完成咗我嘅 PCLL。咁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法律係啲乜嘢啦，香港嘅法律制度啦，同埋究竟現在我哋點樣去睇公義或者正義呢一個 pathway。咁亦都會當中會涉及一啲歷史元素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聽我講多啲歷史嘅話呢，我會喺嗰 part 度花多啲少少時間。咁我哋而家首先去即係分享下究竟法律嘅本質係啲乜嘢啦。即係我哋成日都會可能香港人會好多時都會話我哋跟法律或者有啲咩事就話我告到你甩褲㗎咁樣，類似呢啲咁樣嘅。對答可能大家都會有聽過，咁但係其實究竟法律有乜嘢用途呢？係啦，咁其實有最主要嘅用途，法律就係去喺香港嚟講解決爭議，因為香港係一個行普通法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唔會話好似其他 civil law countries 咁樣，會有好多 code 去寫咗話可能我逐一個細項嘅行為係點都會寫咗出嚟，但係反而喺普通法嘅情況下，會係比較多比較 open 啲，可以俾個法官去解釋或者加入佢自己見解嘅嘢。咁喺呢個解決爭議方面啦，咁我哋第一樣嘢當然有一啲私人爭議我哋要解決啦，例如有合約嘅問題，或者我租樓同業主有租約嘅問題，咁呢啲我哋就叫做 private disputes，屬於一啲私人性質嘅爭議啦。咁另外一樣就係 public disputes。咁譬如喺香港所有嘅刑事罪行都係由香港政府去告呢一位嘅嫌疑人啦，或者嘅答辯人啦。咁另外一啲司法覆核案件啦，咁譬如如果有市民睇到哇政府可能有一啲嘢政策上邊或者係其他方面做得唔啱喎，有問題喎，咁佢提出司法覆核嘅時候，咁呢啲都係我哋叫做一啲比較公共性嘅爭議。咁另外呢一個就再升級一啲啦，就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爭議。咁可能大家睇新聞都會見到，可能好多時國與國之間因為一啲可能邊界啊，或者一啲主權上面嘅爭議，咁其實呢啲都係法律嘅用途去解決相關嘅爭議。咁喺私人爭議裏邊咧，最多我哋會見到嘅就係合約啦，同埋我哋中文叫做侵權啦，但係英文就叫 tort law。咁其實顧名思義，合約就係大家簽訂咗某一啲合約，去提供一啲服務或者去提供一啲貨品咁樣。咁而 tort 咧就係講緊可能你對某一啲人或者某一啲事件造成咗一啲傷害，譬如我而家行出去海富中心，海富中心有灘水，我踩到，然之後跣親，我整親條腰。咁呢啲就係屬於某一種嘅侵權行為，係一啲personal injuries 啦，人身傷害嘅案件啦。咁其實呢啲都係規範翻究竟我哋簽嘅合約有冇效用啊？或者我如果遇到呢啲事，我真係
slip and fall 嘅時候，咁我係咪可以攞得翻一啲補償呢？咁樣咁而其中呢一個案件，如果大家將來有機會去讀呢個課程嘅話呢，就一定會讀到㗎啦。就 Doniu and Stevenson， 咁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案件啦，亦都係佢建立咗有一個叫做倫理關係嘅一個 principle， 就係我對你係有一啲責任要付出嘅。咁呢個就係當年1930幾年嘅時候喺樽啤酒裏邊發現咗隻蝸牛。而呢位女士飲咗，係啦，咁最後法庭係話個生產商呢係有責任要去確保出產嘅產品係安全，而唔會影響到人嘅。咁呢一啲案件都係將來如果你哋有機會去讀法律嘅時候會接觸到啦。咁另外有講翻嗰個公共同埋刑事爭議啦，亦都即係顧名思義就係香港政府去告一啲可能佢哋涉嫌犯咗刑事罪行嘅人，咁所以你會見到全部都係 HKSAR 對邊個咁樣，咁而國家與國家之間呢，咁我哋唔太擺太多重點啦，因為香港比較少見，係啦。咁舉例啦，咁以往喺香港都會有一堆司法覆核嘅案例出現嘅，咁而最早嘅喺即係香港回歸翻之後，最早嘅案件就係有一單叫做吳嘉玲案。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同埋喺香港叫做奠定咗某一啲司法覆核基礎啊，或者一啲意義嘅案件。咁係關於一啲居港權嘅問題嘅，即係有一啲可能內地落嚟香港嘅父母生咗個小朋友之後咁佢係咪即刻可以攞到個居港權呢？咁而當時呢一位吳嘉玲就係提出呢個司法覆核去確立究竟呢一樣嘢係咪香港睇法律嘅睇法呢？咁呢個去到終審法院，咁最後確定咗有一啲解釋啦。咁而亦都引申咗香港第一次尋求人大常委做出一個釋法嘅行為，去解釋翻究竟嗰個居港權嘅意義係啲乜嘢。咁呢個如果大家去到都係讀呢一個法律嘅時候呢，你哋都會比較深入啲去講呢個 case 嘅。咁或者一啲刑事案件啦，咁因為香港我哋頭先都有輕輕提過啦，香港係普通法嘅一個地方，所以我哋係要跟案例去即係法官係要跟案例去判案。咁而香港最高嘅法院就係終審法院。咁如果終審法院落咗一啲指引或者落咗一啲judgment，咁全部下面嘅法院呢都係要跟嘅，就唔可以話我而家喺高等法院裏邊判一單案，我唔跟終審法院嘅判決，我自己整個判決出嚟係唔得嘅。舉個例就好似呢一度咁樣，共同犯罪。咁呢個案件2016年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案件啦，就係終審法院確立咗，即係唔一定要大家一齊去做一樣犯法嘅嘢先叫共同犯罪，而係你見到嗰個人或者你嘅同伴有呢啲犯罪嘅意圖嘅時候，你冇去做一啲預見性嘅阻止或者去舉報，都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嘅元素。咁變咗終審法院確立咗呢樣嘢之後，喺下級嘅法院呢，就唔能夠話我唔跟終審法院呢一個 ruling， 我自己去解釋一套新嘅嘢出嚟，唔得嘅。OK， 咁呢個就係刑事案件方面啦。咁而喺法律去解決爭議，無論係私人爭議又好，公共爭議又好，國與國之間嘅爭議都好，咁究竟我哋想得出一啲乜嘢結果呢？呢度就係列出咗我哋大部分法律解決爭議嘅情況下要攞到嘅一啲結果。第一樣好，大家都可能好了解㗎啦，就係錢最重要，係啦。即係如果我受到一啲合約嘅違約嘅受害方，或者我係舉例頭先好似講嗰個 case， 我出到海富中心跣低咗，我整親條腰，我有一段時間做唔到嘢，我損失咗嘅金錢。咁呢個我哋就叫 damages， 要攞翻啲錢去補償翻啦。咁第二，我哋有樣嘢叫做 performance，specific performance。舉例，如果有一啲合約我哋簽咗，比較常見就係建築方面啦。
喂，我起一層樓或者起緊一層樓，冇可能起到一半之後，你話違約，我就劈低層樓、劈低笪地唔理噶嘛。咁可能法庭就會去俾命令，就係話，喂，你哋要完成咗呢一個起樓嘅責任，佢唔可能將層樓起咗一半，或者打咗個地基之後冇咗件事。咁呢啲係因為錢補償唔到嘅。如果我起層樓起咗一半，我就俾翻啲錢你，其實冇用。對於大家嚟講，最重要嘅係我要起到層樓。咁第三樣我哋叫 sanctions 啦，就係一啲刑罰啦。咁呢一個係主要係關於刑事方面嘅問題。咁如果一啲我哋叫 petty crimes， 可能比較少嘅罪行啦，譬如舉個例，我喺71偷咗一條朱古力10蚊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盜竊罪嚟嘅。咁但係可能法庭就會去睇翻呢一啲案件或者嗰個事實嗰個嚴重性，會有罰款啦，會有可能進行一啲感化令啦，又或者一啲社會服務令啦，甚至乎比較嚴重嘅可能會係即時嘅監禁，或者佢會判你監禁，但係會去緩刑12個月、24個月咁樣。咁只要喺緩刑嘅期間，你唔再干犯相同類型嘅案件呢，咁其實你係可以唔需要入到去坐監嘅。咁呢個就係比較嚴重嗰方面，或者一啲舉個例，藐視法庭咁樣，你會可能被判即時嘅監禁1日或者一段時間咁樣。咁睇嗰個法官佢嘅睇法啦，咁樣。咁最後另一個我哋叫做補償呢，就係一啲禁制令 injunctions。咁呢個比較多喺一啲可能人與人之間嘅騷擾啊，或者機構與機構之間有一啲騷擾嘅問題啦，又或者一啲土地嘅爭議問題，又比較譬如喺村屋或者一啲鄉郊啲嘅地方，喂，呢條路唔係你嘅喎，但係我又要必經行呢條路喎，或者我攞咗啲嘢堵塞咗你條路喎，令到我翻唔到屋企喎。咁譬如呢啲咁嘅情況下，咁法庭就可能會出一啲禁制令去禁止某一啲人去做某一類嘅行為。咁如果你違反咗呢啲禁制令嘅話呢，咁你就會有刑事責任啦。咁但係禁制令嘅本身呢，都係一啲民事方面嘅嘅補償嘅嘢啦，而係你違反個禁制令之後呢，你先會出現有刑事嘅責任，係啦。咁而好多時我哋講普通法，咁普通法究竟有啲乜嘢特別呢？對於喺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裏邊，咁普通法我哋都係源於英國嘅法律啦。咁另外喺可能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呢啲地方，其實都係會行普通法嘅。咁普通法其中一樣嘢最有趣嘅就係佢我哋叫做佢有個生命力啦。因為普通法好多時個法例寫咗喺度，但係法官都會因應翻可能社會嘅變遷或者情況唔同咗啦，而將嗰個法例或者之前嘅案件有一啲重新嘅判案或者重新嘅演繹。咁第二就係我哋頭先有提及過啦，我哋要遵從翻嗰個先例嘅原則啦，就係如果高級法院佢落咗一啲判決，落咗一啲規則，下級嘅法院呢係唔能夠唔跟從嘅。第三，我哋就係一個對抗性嘅審訊制度。咁乜嘢叫對抗性呢？其實喺法律審訊裏邊呢，有分兩樣嘅。而喺普通法裏邊呢，個法官呢好多時都係要聽晒兩邊嘅dispute 或 argument， 或者即係佢哋嘅重點係啦，佢哋對於案件嘅演繹，而唔係自己走入去，好似其中一個審訊嘅一方咁樣去問，喂，你呢一個 point 係點？喂，你有冇做過啲乜嘢？做過啲乜嘢？相對上喺 civil law，即係喺民事法嘅國家咧，譬如歐洲大陸啊呢啲地方咧，個法官係比較多去參與個案件嘅進行。但係喺普通法嘅地方咧，法官好多時都係去聆聽晒雙方面嘅嘢，先至去作出一個判決。咁而最後啦，如果你哋真係有機會讀 law 或者讀法律嘅話咧，你會發現普通法嘅案例咧好多時都係好長嘅，係啦。
即係講緊如果40至60頁嘅一個案例呢，其實已經算短㗎啦。有時有啲案例係可以去到100幾200頁。咁想像下，即係當時係冇電腦，可能用打字機嘅年代，其實嗰陣時嘅人就打得非常之辛苦。就算而家都好，而家就多咗好多我哋可能一啲 technology 嘅嘢去幫手，可能我哋容易啲揾到一啲判決嘅一啲 keywords 啦。但喺以往嚟講，真係可能要逐頁睇晒100幾200頁，咁你先至揾到嗰個判決嗰個重點，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普通法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嗰個判決理由係非常之詳盡。咁我哋都講少少呢啲 landmark case 啦，即係我哋叫做讀，如果你讀 law 嘅話，你必定會讀到㗎啦，係啦。咁頭先我哋有提及過呢個 Donoghue and Stevenson 呢個就係當時嘅法庭去確立咗啊，你要愛護你嘅鄰舍。咁呢句嘢都係 from 聖經某一個原則，就係要 love your neighbours。咁所以先至衍生到，如果你係製造咗一啲產品出嚟，供應商或者嗰個產品製造商係有責任對你嘅客戶有一個即係你要 ensure 佢用到呢樣嘢係用得好，而唔係話我做咗俾你就算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呢個 Carbolic Smoke Ball 嘅案例咧，你見到佢就去到1893年都好啦，呢個案例係1893年出嘅，但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都接近100幾年啦，係啦，都仲係 good law 嚟，即係都仲係適用嘅。咁所以你見到普通法嗰個確立咗嗰個先例之後咧，可以 last 好耐嘅。咁呢個合約就係叫做我哋叫做unilateral 嘅合約，就係舉例，我喺一個地方黐咗張 poster，如果某一個人完成咗一件事，你會得到1000蚊。咁而呢單 case 咧就類似咁樣啦，有個婆婆就真係跟住呢個 poster 所講嘅嘢，我做咗一啲你要求嘅動作，而我向你攞翻獎金。但係當時嘅呢間 Carbolic Smoke Ball Company 就話：喂，唔係喎，我唔係諗住真係俾錢你嘅喎，我賣廣告嘅啫喎。咁但係法庭就確立咗就係，如果單方面你好似賣廣告都好啦，但係如果你要人哋做一啲嘢，然之後又話應承咗人哋有啲獎品，人哋做咗之後，你係有責任要履行翻呢一樣嘢。咁所以就變咗後來而家百幾年嚟，大家都會對於究竟我係賣緊一個廣告啊，純粹去邀請你去做呢一樣嘢啊，定係其實我同你單方面立一個合約呢，就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喺裏邊，要小心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到你哋喺讀書嘅時候必定會讀到嘅案例嚟嘅。咁好啦，Part 2我哋都會講，我都會講少少我哋香港嗰個法律制度同埋架構啦。咁香港嘅法院咧，其實分幾級或者幾個唔同嘅管轄範圍嘅。咁主要都係民事、刑事。OK，由最底我哋開始啦。我哋一啲審裁處 tribunals，可能大家都會成日聽啦，小額錢債審裁處啊、勞資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咁呢啲係叫做最下級嘅法院，去解決一啲比較上簡單嘅爭議啦。譬如喺小額錢債審裁處，你哋大家互相嗰個爭議嗰個金額唔可以超過75000蚊啦，亦都唔能夠有律師去代表啦，要自己當事人去搞掂。咁呢啲就係為咗去節省翻一啲時間同資源呢，等審裁處可以快啲處理到呢啲唔同嘅爭議，因為可能每一日都有好大量嘅呢啲咁樣嘅 case。咁另外啦，有唔同嘅裁判法院，例如東區裁判法院、九龍城裁判法院，或者而家新即係呢幾年新好多時人哋用嘅西九龍裁判法院。所有刑事案件嘅起點呢，都係會由裁判法院嗰度出現嘅，即係嗰度去負責嘅。無論係幾小嘅刑責，或者一啲幾大嘅案件，譬如謀殺咁樣，起點都係會由裁判法院度開始，然之後先會再按照翻嗰個案件嗰個嚴重性啦，去即係決定去 transfer 個 case 去區域法院啦，定係高等法院。咁
裁判法院咧只係負責刑事案件嘅啫。民事訴訟嘅話咧，第一有我哋頭先講嘅小額錢債啦。咁第二再上一級咧，就要去到區域法院噶啦。如果大家嗰個爭議嘅金額係由75000蚊至到300萬呢個範圍咧，咁我哋就要去區域法院嗰度處理，去做呢一個法律爭議嘅解決。咁而區域法院亦都會處理刑事案件嘅。咁而佢哋都會有一個刑事管轄嘅限制嘅，就係區域法院最多只可以判7年或以內嘅監禁。如果嗰個罪行係根據法例係高過7年嘅話，舉例謀殺，謀殺一定係根據法例係要終身監禁嘅。咁如果謀殺罪成嘅話，咁你一定係依例判處終身監禁，咁唔能夠喺區域法院度審嘅，咁就變咗一定我哋就要再上一級去到高等法院啦，就係金鐘側邊呢一個位。咁高等法院咧就係冇一個叫做 limit 嘅，我哋叫做係啦。無論喺民事案件裏邊，你索償3000億都好啦，都係喺高等法院進行。或者如果喺高等法院進行一啲刑事案件，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如果係一啲販毒、藏毒案件，可能你超過7年嘅，就要去終審法院。或者一啲更加嚴重嘅罪行，謀殺啊、強姦啊呢啲咁嘅罪行呢，就一定喺高等法院度去審理同埋判刑㗎啦。咁之後仲會有一個高等法院裏邊仲有一個上訴庭啦。咁上訴庭就多數係處理一啲譬如有人不服定罪，我要去上訴，即係法庭裁定咗你係犯咗法嘅，但係你認為唔啱，咁我要去上訴庭度申請上訴啦。或者我承認我係犯咗呢個罪行㗎啦，咁但係個判刑上面，我認為喂太重咯，或者律政司認為呢個判刑太輕啦，咁佢哋都要去上訴法庭嗰度去上訴，做呢一個刑期嘅上訴，咁睇下會唔會法庭會有一個新嘅睇法。咁高等法院就係一位嘅法官啦，咁有時會加埋陪審團啦，咁而上訴法庭呢，就通常都係3位法官去進行呢個上訴。咁最後啦，喺終審法院就係我哋叫做香港最高級嘅法院。咁而終審法院咧，好多時只係會處理關於嗰個法律詮釋嘅問題，就唔係去處理嗰啲可能判刑啊或者金額嘅問題。咁終審法院只要落咗判決之後咧，呢個案件咧，我哋就叫做最終結㗎啦，就冇得再進行任何上訴咁樣㗎啦。咁所以香港嗰個大概法庭嘅級別會係咁樣啦。咁我呢度有幅圖啦，會比較複雜啦。咁但係你哋如果將來讀書嘅時候，都可能會見到呢個圖片，就係分開刑事同埋民事方面，我點樣逐級逐級咁樣去上，而最終去到終審法院。咁之後我哋都會講下究竟可能我哋都會成日聽到嘅法治同埋以法治國呢兩樣嘢，其實係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啦。即係咁嘅英文叫 rule of law 或者叫 rule by law。OK，咁法治可能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會成日聽到，因為近年來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多咗好多電影啦或者電視劇啦，都會講法庭或者法律嘅嘢啦。咁法治就係講緊法律咧，就係最崇高嘅，冇人可以高級過個法律。無論你嘅身份地位係點樣都好，你都係要根據呢一個法律咧去行事，亦都去約束一啲可能社會嘅權力啦，或者啲公共團體嘅權力，去保障翻人嘅權利。咁但係如果 rule by law 咧，咁係有一啲可能相對上面比較獨裁嘅國家啦，咁佢哋會用法律咧去作為一個工具，係去管治啲人民，去令到大家要聽話，要驚。而呢啲法律咧唔係為咗去保護人民，而係為咗保護嗰個政權或者嗰個國家。咁所以呢兩個係兩個非常之唔同嘅概念。咁而喺普通法國家咧，一定係會以法治係作為一個首要嘅要求，
就係冇人可以高級過個法律。咁好啦，我哋都講一啲歷史點解會出現咗呢一個法治嘅基石呢？呢一樣嘢係點樣嚟嘅呢？咁而大家會見到呢度有3隻字大憲章 Magna Carta。咁其實呢個文件呢，就係某程度係奠定咗而家普通法國家嘅一啲原則啦，同埋一啲基石。咁喺呢一 part 咧，我就會講少少歷史啦。咁我哋 back to 翻1000年前啦，差唔多去1198至99年左右啦。咁當時可能大家都會聽過獅心王理查呢個名，Richard of the Lion Heart。咁當時呢位英格蘭嘅君主咧，佢就係一個好好戰嘅君主啦，可以咁講。咁佢成日都去參與十字軍東征嘅打仗，不斷當時就係好多時去打仗，去要基督徒去贏翻一啲土地翻嚟，因為當時喺無論耶路撒冷啊，或者喺中東地方都係比較多係穆斯林嘅國家。咁當時嘅歐洲咧就本住就話啊，我哋要十字軍東征，為上帝攞翻呢啲嘅土地翻嚟。咁而獅心王理查咧就係參與咗3次嘅十字軍東征，而佢因為呢啲咁樣嘅，大家都知啦，打仗好使錢噶嘛。咁當時亦都係社會唔係咁富有，亦都比較窮困啦。佢嘅十字軍東征其實差唔多係用盡晒英國可以用嘅財產，而最後咧，佢喺1199年嘅時候咧，其實俾咗奧地利嘅一位君主去俘虜咗，而因此英國仲要喺除咗打仗呢啲支出之外咧，俾咗接近英國皇室3年嘅收入咧，去贖翻理查翻嚟 Richard 翻嚟。咁所以變咗當時國庫咧係極度空虛，人民係極度困苦。咁但係就不幸地啦，贖翻Richard 出嚟之後冇幾耐，Richard 就喺有一次嘅即係打仗嘅裏邊就俾人射死咗啦。咁然之後佢嘅細佬咧 King John 咧就繼位啦。咁而 King John 咧都可以講緊係一個英國呢個歷史以嚟咧評論最差嘅其中一位君主。咁而呢位 King John 可以諗下嘅就係，哇！我一繼位我就承擔咗一個好巨大嘅債務啦，國家又冇錢。咁而當時好多唔同嘅土地都係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做如果比較我哋香港講法，佢可以叫諸侯啦，或者封建啦，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個大佬，其實每一個山頭。咁點樣去處理到呢班山頭呢？同埋點樣可以要到呢班山頭去俾錢國家呢？咁當時約翰咧 King John 咧就係不斷去加稅啦，徵稅，瘋狂去徵稅，就基本上可以叫做搜刮晒英國人民嘅民脂民膏。咁而去到1215年啦，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年份啦，就係因為呢個徵稅嘅問題咧，喺即係東北方嘅一班我哋叫 Baron 男爵，即係一啲比較都係有社會勢力嘅人士啦，佢哋有軍隊嘅，頂唔順啦，就同呢個 King John 發生呢個衝突，謀求呢一個類似叫做叛變或者謀反咁樣啦。咁就迫使咗King John 咧同佢哋咧去簽署咗一份文件，咁而呢份文件咧就成為咗我哋今日法治嘅一個基石啦，就係呢一個大憲章 Magna Carta， 就喺呢個1215年咧就去簽署咗呢一份文件。咁為咗咧就係要去限制一啲國王嘅權力，因為以前嘅英國其實未有呢一個大憲章出現之前咧，無論英國好或者其他國家都好啦，歐洲列強其他國家都好，其實都係皇帝話事啊嘛，即係皇帝話要殺邊個就殺邊個，皇帝話要抄邊個家就抄邊個家。咁其實當時其實都面對緊同樣嘅問題，就係你唔俾錢，你唔俾稅嘅話咧，我就會剷除你咁樣。咁所以呢班人先會聚埋一齊去同呢一個 King John 發生呢一個衝突，而去簽咗呢個和約。
咁而呢、一個和約裏邊，呢個大憲章裏邊咧有3點比較重要嘅，就係冇一個人即係當時簽訂咗其中一個我哋叫第39條啦，一定要有一個正當嘅法律程序。如果唔係嘅話咧，冇經過審訊嘅話咧，你係唔可以隨意去逮捕任何一個人。咁呢個亦都係奠定咗今時今日好多國家嘅一啲人權方面嘅保障啦。另外就係你唔能夠為咗快啲攞到個審判結果，為咗個我哋叫公義，可能你有權嘅，我咪俾錢買翻嚟咯，係啊，俾錢一啲人，喂，你唔好出嚟指證我或者點樣都好。咁而去 Magna Carta 裏面亦都講咗，就係話，司法公正裏邊你唔能夠去即係延遲或者去賣呢個公義出去。咁第3樣就係啦，徵稅方面唔可以話皇室你話徵稅係徵稅，一定要有一啲大家嘅討論啦，或者去我哋叫 common understanding 啦，去先至可以納稅，而唔係話你一句要納稅咧，就全個社會就俾你去攞晒呢啲錢嚟做你國家嘅費用。咁所以當時簽署咗呢份文件之後咧，第一樣我哋限制咗呢個皇帝嘅權力啦，就係就算國王都好啦，你都必須要跟隨呢個法律。第二，一啲社會嘅契約啦，講緊就係頭先所講嘅我哋統治嘅權利同義務啊，人唔可以隨便被逮捕啊。咁第3就係一啲比較基本嘅權利啦，就係頭先所講人身自由嘅保障啦。咁雖然再去講嗰個歷史，就係簽署咗呢一份大憲章之後，其實King John 咧3個禮拜後咧係反台嘅，佢就要求當時嘅羅馬教皇就去判定呢份大憲章咧係冇效嘅。咁但係當時嘅羅馬教廷冇咁做到，而令到呢個大憲章 Magna Carta 咧就成為咗一步一步去建立法治制度嘅一個好重要嘅文件啦。咁而之後喺一路演變落去，即係英國亦都好多更換皇權啦。咁去到1689年嘅時候咧，就確立咗有一個叫做 Bill of Rights Act 啦，喺英國嚟講就係講緊人權嘅保障嘅一個條約。咁而香港都有個 Bill of Rights，咁就1990年立法嘅，係啦。咁就係講緊皇帝嘅權力會有限制，而所有其他嘅權力其實係要下放去到國會。咁所以可能大家而家近來睇新聞都會見到英國好多時都係國會有唔同嘅辯論，國會去決定啲乜嘢，首相去決定啲乜嘢，而King Charles 咧而家佢只係喺背後可能去睇住成件事，或者到真係有必要嘅時候，佢先會同英國嘅首相可能去進行一啲閉門嘅對話。咁舉個例子啦，喺二戰嘅時候，當時嘅 King George 佐治5世唔係佐治6世曾經有去同丘吉爾去講過一啲 one on one 嘅説話，就係話喂，你好似啲政策誤會咗啲人民喎，即係因為當時打緊仗啊嘛，而當時丘吉爾就話哇，我哋要打仗，要同納粹德軍叫做打過，我哋會贏嘅咁樣。咁但係當時一片歐洲嘅大陸都係比較悲觀嘅對於呢件事。咁譬如喺呢啲咁影響全個國家嘅命運或者價值之下，可能皇帝先會或者嗰個君主先會出聲，而佢亦都唔會公開出聲，只會喺私下喺同國會有啲內閣討論啊咁樣。咁我哋可以睇下個時間線啦，由係1215年由簽署咗大憲章之後，到1689年由英國方面嘅人權嘅條約啦。咁然之後呢個人權條約咧，亦都係直接影響咗1776年美國爆發呢個獨立宣言之後，再爆發呢個獨立嘅戰爭，再去有一個內戰，然之後先至真正出咗一個 United States 出嚟。咁喺1791年就令到美國出現咗呢一個Bill of Rights 啦。咁如果大家有時有睇一啲美國嘅新聞或者一啲 even 劇集都好，佢哋如果認為有啲嘢講咗，譬如喺審訊期間有啲嘢講咗，會影響到佢自身嘅利益嘅話咧，
你哋會聽到佢哋講 I will plead the fifth。咁呢度就係講緊第5個修正案，就係講緊即係某一啲情況下，我可以選擇唔講嘢，唔再俾證供落去，類似咁樣嘅原則。咁但係大家可以即係上網再查下啦。咁之後去到1948年就出現咗呢一個人民公約啦，就係保障全球有 join 呢個人民公約嘅裏邊，去保障翻人權方面嘅問題。咁而呢一個我哋好多人叫做 modern 嘅 Magna Carta， 其實就係將翻1215年嘅時候講嘅嘢，都係嗰啲不能被任意逮捕啊，人身嘅自由唔可以被冇理由嘅限制啊等等，而擺咗落去人民權利公約裏邊。1948年直到今時今日去繼續演化呢一個叫做人權方面或者一啲普通法方面嘅原則。咁而喺現代嘅社會裏邊呢，好多時我哋而家可能都覺得或者會認同就係法律都係要帶嚟公義嘅。但係我必先要首先講一講就係喺呢個世界裏邊呢，冇一個叫做絕對嘅公義，只係叫做相對地比較公義嘅情況下，就算無論刑事好民事都好，冇絕對性嘅。咁而喺公義嘅睇法裏邊呢，根據一啲即係唔同年代嘅哲學家啦，佢哋就叫做提出咗呢4個理論，就係點樣去實踐乜嘢為之公義。第一個我哋叫做功利主義，就係總之最多人攞到最大嘅利益，呢個就係公義啦。舉例如果100人裏邊，如果我出個政策有令到90個人係得益嘅，但係另外嗰10個人可能得益唔到，甚至乎有損害都好。但係喺功利主義嘅睇法就係，唔係啊，90個人攞到都有得益啦，咁呢個就係公義嘅實踐啦。咁呢個就係功利主義背後嘅一個原則。第二，自由至上嘅主義，呢個就比較喺再早期啲1960幾年嘅時候就好體驗得到一個極致啦，就係總之人身自由係最緊要嘅，我想點就點，我中意點樣就點樣，你唔能夠限制我嘅自由。咁喺自由至上嘅主義嘅人嘅睇法就係你唔能夠限制我任何嘢。咁但係人權亦都唔可以無限地放大噶嘛，即係我唔可能話我有自由，我見到你，我想打你一拳，我就打你一拳，然之後同你講呢個我自由嚟喎，唔可以咁樣噶嘛。所以亦都喺人權方面，我哋會無論基本法啦，或者英國方面嘅 Bills of Rights 都好啦，都會喺人權自由裏邊咧，都會提出咗一啲限制，就係你嘅自由唔可以侵害到人哋，係啦，即係我唔用翻頭先個例子，打完你之後你會受傷噶嘛，咁唔可以話呢個我自由令到你受傷，而呢件事係啱嘅 ，which is not 係唔得嘅。好，咁之後第3樣德性倫理學，咁呢個就去翻好早期古希臘時代由亞里士多德提出噶啦，就係人呢係要即係又要睇佢嘅行為去作出判斷，究竟呢一樣嘢係咪公義？可能大家最常就會聽到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呢一個concept 啦，就係你打我一拳咩？我打翻你一拳咯。或者我做咗唔好嘅嘢嘅時候，我就要被罰。但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喺法律裏邊呢，你只會喺做錯嘢嘅時候被罰，但係冇乜法例係會講你做啱嘢嘅時候呢，你會得到獎賞嘅。係啦，呢個亦都係普通法其中一個我自己嘅睇法啦，我叫做 negative law 啦，就係你唔會因為做好咗一啲事情而因為法律嘅緣故你得到獎勵，但係你做咗一啲錯誤嘅事嘅時候，你只會喺法律嘅框架下你得到一啲懲罰。咁所以呢個其中都係一個點解我話唔係絕對嘅公義呢？因為就係應該獎罰係分明啊嘛。如果我哋根據無論以前嘅社會或者我哋人嘅諗法都好，咁但係喺法律框架下係唔係太多見到呢一樣嘢嘅。第4樣就係平等主義啦，就係大家都係要有個平等嘅權利，唔可能話可能呢一樣嘢喺早期嘅50年代、40年代社會，舉個例就係當時嘅
奧林匹克運動會只可以男性參與嘅啫，女性冇得參與嘅喺嗰段時間。咁呢啲咪就係一啲可能係性別方面唔平等嘅權利咯。咁而之後奧林匹克亦都改變咗嗰個做法，就係男女都可以競賽啦，有分男同埋女子組咁樣。咁呢啲就係平等主義帶來嘅公義嘅睇法。咁而每一個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團體，可能佢哋都會着重某一啲方面嘅公義嘅睇法嘅。咁但係呢個呢，就叫做好似一個圓圈咁樣去俾大家見到究竟公義係啲乜嘢呢？咁樣。咁所以其實公義喺即係我自己少少睇法呢，就唔係一個純粹單純結果嚟嘅，而係一個 journey 一個路程嚟嘅。係啊，我唔可能話去到某一個點呢個就係公義啦，只會不斷去演變，不斷去進步，或者去跟翻社會變遷而得出嚟嘅一啲結果或者一啲改變。咁呢啲嘢都係關乎於無論道德好、法律好，都要與時並進。咁所以點解 go back 翻頭先我話喺普通法裏邊其實係好似有一個生命力咁樣呢？就係佢會跟住時代嘅變遷去做出一啲唔同嘅改變。咁好啦，咁我亦都講下我自己喺 Hong Kong U Space 嘅學術旅程啦，係最後一 part。咁如果睇到呢張相呢，戴粉紅色帽嗰個呢，就係我嚟嘅，係啦。咁我年輕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做 dancer 嘅，我唔係一個做文職工作嘅人，甚至乎當時我係完全冇接觸過法律嘅，因為我係讀會考 A level，咁我得個理科生。然之後上到大學之後都係讀理科，咁但係當時我接觸咗跳舞，我就覺得理科揾唔到食喺當時嘅香港。我見到我啲朋友出到嚟都係做即係一啲好普通或者可能做一啲銷售嘅工作同藥廠咁樣，咁我就覺得冇乜特別出路喎。咁當年我仲要聽到個人工其實得8000蚊嘅啫喎，出嚟打一份全職嘅工作係啦。咁所以我嗰時就比較跳脫啲啦，咁我就冇啲機會接觸咗跳舞之後，我就決定唔讀個大學，放棄咗個大學學位，我就走咗去跳舞，就做 dancer，就去到2013年尾呢，我先決定呢開始老啦，好似運動員咁樣，覺得自己嘅身體承載唔到啦，咁我先至轉咗呢個職業。咁而當時其實我冇乜方向去做啲乜嘢，因為得 Form 7又唔知可以點，咁我就睇 Hong Kong U Space。有一個叫做Certificate in Legal Studies， 一個最 basic 嘅課程。咁就本着又可以如果合格，你可以攞翻持續進修基金嗰個保額啦。咁就俾自己試1年啦。咁當時我嘅英文呢係即係極度不濟啦，亦都要擺住本字典喺身，因為真係完全唔知講乜，同埋我對文科嘅嘢。如果歷史呢，我只係讀到中3嘅啫，其實係啦。之後嘅所有嘅嘢呢，都係靠喺呢段讀書嘅時間，慢慢逐步睇翻嚟。咁所以當時就開始咗呢個certificate 啦。讀咗第1年之後，覺得 OK 喎，自己都可以讀到落去喎。咁所以我就決定讀埋個 diploma 啦。咁佢係2年，都係 part time 嘅課程。咁就每日唔係每日嘅，一個禮拜可能有2至3日放工後。7點鐘，咁當時咧我係要去Hong Kong U 本部，即係西營盤嗰邊上堂嘅，係啦。咁大概每晚你會花2晚時間就係上堂啦。咁而因為我冇大學學位嘅關係咧，如果我要繼續再上一級，我哋叫 CPE 啦，就係我唔記得咗全名係啲乜嘢，係啦，就係一個再進階啲嘅法律課程啦。咁你要喺 Diploma in Legal Studies 呢2年裏邊咧，你要攞到一個 overall 嘅 distinctions， 即係你 overall 你要有 A 或以上，你先可以 guarantee 你可以讀到呢個 CPE 嘅。因為我冇大學學位，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個大學學位喺手嘅話咧，你就唔需要好似我咁話我要讀咗個2年嘅 Diploma， 攞個 overall distinction 先至再上 CPE 由 Year 1讀過。咁喺 CPE 裏邊，佢個課程咧，如果淨係 CPE 呢一樣嘢咧，
你有 first degree，又攞完嗰2年 CPE 之後呢，理論上你已經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等同有法律學位嘅人啦。咁但係因為我冇啦，咁所以我就讀埋最後1年嘅 LLB， 係啦，就總共3年，就喺2017去到2020年呢，就完成咗呢個法律嘅學位，喺Hong Kong U Space 連埋一間我哋叫做即係長期嘅 partner 叫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就係有一啲英國嘅 law， 佢哋會有英國嘅 professor 嚟香港教書，2個禮拜冚聲10幾日搞掂晒咁樣，咁然之後佢就飛翻英國，咁其他嘢你就要靠喺香港嘅即係老師啦去教你同埋去做 tutorial。咁 after 2020之後，咁嗰幾年大家可能都明啦，即係又 COVID， 咁我自己又覺得讀咗咁多年，即係叫做由 certificate 直到 LB 完呢，我都用咗5年嘅時間啦，已經5年嘅時間不停咁讀書咧，其實我覺得都好攰嘅。咁我就所以嗰陣時想專心翻啲喺做嘢，同埋俾自己個腦都take a break 啦。咁所以我就去到2023年呢，先至再去報 Hong Kong U 嘅 part-time PCLL。咁而去到舊年嘅 around 10月，我就真係攞咗張 cert 去完成咗個 PCLL 啦。咁所以我想帶出嘅就係，其實你冇任何法律嘅背景情況下呢，你都係可以完成到呢一個旅程嘅。咁我呢2句説話係我自己好中意，所以我就擺咗落去。一個就係Winston Churchill 就係講緊即成功唔係終點啦，係啦，即係你有呢個勇氣繼續行落去呢，你先係一個重點。咁其實我讀 law 嘅過程裏邊，我都遇着過一啲樽頸，一啲好艱辛嘅位置嘅，就係其中有1年呢，就係我自己又準備結婚啦，但係準備結婚嘅時候呢，又同考試嘅時間好近啦，咁所以我就係逼到自己都真係頭都暈埋，咁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另外一個就係海明威所講嘅，就係你其實比自己昨日嘅自己更好呢，你先係真正嘅好咯，你唔需要同人哋比較咯。咁所以我有啲同學可能佢哋係花咗以往佢哋年輕嘅時候去咗英國讀咗個 LLB， 但係佢哋嘅成績唔好，喺香港入唔到 PCLL， 佢哋都選擇翻嚟喺 CPE 嗰度再重新嚟一次，用 CPE 嘅成績去報考 PCLL， 然之後完成咗 PCLL 呢一個執業證書 and then 再去實習，係啦。咁所以我今日大概嘅分享就係咁多。咁首先多謝大家即係聆聽我呢個分享同埋旅程啦。咁如果中間你哋有啲乜嘢問題呢，其實都可以呢個 moment 提出又得。咁但係如果關於一啲課程上嘅安排呢，就要揾翻Hong Kong U Space 嘅職員去查詢啦。咁所以係啦，thank you 大家 ，thank you。有冇啲咩問題現場可以你哋想了解嘅？係係冇錯。哦，基本上呢，我當時還是單身的時候啊，我每個禮拜6日我都係翻去 Hong Kong U 個 library 度讀書嘅，係啊，基本上12至10全日，人哋聖誕節去玩我都係翻嚟温書，因為自己知道能力不足，可能有啲同學已經好叻。咁如果你話平時嘅話，可能每一日放工後，如果你真係好有恒心，其實每日我覺得花1-2個鐘去做一啲温習或者 preparation 呢係 OK 嘅。而當中最難嘅嘢呢，其實係記嗰啲 case 嗰個名啊，係我自己覺得呢個係最難嘅，因為你答題目嘅時候，你唔可能就咁話擺一個 case 就係咁樣，咁可能我都要用2-3個 case 去support 我呢個觀點。咁但係隨着年紀嘅增長，記憶力會冇咁好嘅時候，你要花多啲時間去記呢啲 case 名咯。咁所以如果你話俾我，我會1個禮拜可能 around 會有
around 起碼要 allocate 10個鐘嘅時間去做一啲温習，或者去做一啲past paper，去訓練自己。因為我當時都仲係手寫啊，係啊，咁變咗你1個鐘頭內或者45分鐘內你要做完一條題目，咁你又要理解條題目，再去揾翻啲記憶出嚟，係 practice 嘅係啦，要計時嘅。咁所以 around 我諗10個鐘頭到啦，係啊，唔計翻學嗰2晚嘅話，係啦。完成埋 PCLL 係舊年係啦，咁 PCLL 都辛苦嘅，係啦，可以話定俾大家聽。如果你讀 part time 嘅話，咁當然如果有本錢讀 full time 嘅，就梗係 full time 會好好啦。但係 part time 嘅話，就你真係基本上有一段時間，你係每日放工，你就係要去 Hong Kong U 度翻學，放咗學之後翻屋企，你就係要做 assignment 或者做一啲 paper，咁下禮拜又要交咁樣。咁呢個係有啲辛苦嘅 PCLL， 我覺得。2年 part time 嘅話 PCLL 2年係啦。咁如果 part time 嘅話，得 Con U 有嘅啫，CU 同埋 City 咧都只係得 full time 嘅啫，係啦。係。多謝你分享你個多謝多謝。哦，OK。係。哦，OK。當時我嘅想法都比較即係天真少少嘅。我係真係想幫人嘅啫，係啦，即係我覺得啊，其實呢樣嘢可以即係幫到一啲真正有法律上需要嘅人。咁所以而一路讀落去嘅時候，我又覺得幾有趣。同我以前學嘅嘢好唔同。以前讀理科就真係對符號同埋我真係好唔中意計數嘅，其實係啦。咁所以我就唔揀計數有關嘅題目或者科目去讀，就揀咗文字。咁嗰陣時我自己轉行，覺得都冇乜嘢可以輸啊，咁咪試下咯。咁試落又覺得幾好喎。咁又一路去可能呢個世界啦，或者有時睇一啲劇集嘅時候，你又會燒到下個人，或覺得好似呢一樣嘢係真係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公平少少啊嘛啲位置。咁所以我就一路揀讀落去。咁同埋因為我冇大學學位啊嘛，咁變咗而家嘅世界你冇一個大學學位係好難揾食噶嘛，即係好難去競爭。咁所以我就即係都堅持自己點都讀完個法律學位，然之後 PCLL 讀完之後，咁你先至有得去選擇究竟你係做一名大狀或者律師啊，定係唔做？如果你冇 PCLL 嘅話，你係選擇嘅權利都冇，你一定就係冇得做，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希望俾自己多啲選擇。咁究竟將來再會係點，就睇下將來會係點咯。咁所以點解嗰個 passion 就係因為知道自己嘅不足，而同埋同人哋爭咗一段距離，所以我想追翻呢一段距離，而亦都想完成埋成個法律嘅讀書嘅一個我哋叫 journey 啦，咁樣去完成咗佢。咁我就覺得人生完成咗一件事啦，咁樣係你好。哦，係冇錯，係啦係啦係啦，明白。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第一 Hong Kong U CPE Hong Kong U Space CPE 完之後咧，同 LB 係有銜接嘅。咁而第二樣就係如果你揀 University of London 嘅 LLB 嘅話咧，你讀嘅全部都係英國咯。你如果要喺香港將來入 PCL 嘅話咧，你係要自己再另外考一個 conversion 嘅 exam。咁嗰度總共係會有，我冇記錯係6科，你要自己再考嘅。但係 MMU 嘅 LB 咧，
你讀完之後呢，你就唔需要考呢個 conversion，因為嗰年嘅嘢全部都係關於香港嘅。咁所以你就唔需要特登我自己再去報一個 conversion exam，又要再額外俾錢。如果我唔合格嘅話，我又要再無限輪迴地考到為止。咁所以我就揀咗 LB 呢一個銜接之餘，我亦都係有個又係嗰句啦，我冇學位啊嘛。咁我想有翻個學位，所以我就揀咗 MMU 呢個 LB。咁佢一年亦都係安排好晒你讀書考試嘅情況，就唔需要好似University of London 咁，其實佢係比較 self study，佢只係有啲 preparation course 幫你去了解，但係所有嘢都要自己去報、自己去申請、自己去 wrap up。咁你要考完晒呢啲試，你先至有呢個資格去報 PCLL， 睇下人哋收唔收你。咁所以其實兩者裏邊，當然如果你話我已經有一個學位喺手啦，我唔需要 LLB 啦，我中意挑戰多啲我自己，我去考 conversion 嘅，講真冇問題嘅。但係我自己就即係想跟翻個 structure 啲，橫掂都讀落去咯。咁唔爭在呢一年，我唔使煩，唔使特登自己再去報名咁樣咯。係啊，係冇錯。哦，其實如果你有個通，即係你有個 degree 啦嚇，咁之後你攞埋 CP 之後呢，你叫做合咗資格去報 PCLL 啦。但如果嗰年唔收你嘅話呢，就冇辦法，你要好似以前 JUPAS 咁樣又要碌多年，即係即係你又要等一年再去報過，係啦，就唔會話我翻嚟讀完個 LB 之後會唔會佢係㗎？我知道我有啲同學仔都有咁做過，係啊，即係第一次佢報唔到，因為你仲要考 conversion 啊嘛，係嘛？咁佢 conversion 都考唔完，就係覺得考咗3科之後，喂搞唔掂喎，咁佢就不如算啦，都係繼續埋嗰年 LB 佢，咁起碼呢一度你完成晒，夠晒資格。如果唔係，你就算讀完個 CP 之後，你都要考晒嗰6科 conversion，你先有資格去報。係啊，如果唔係，唔點都唔收㗎，係你冇資格報㗎。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唔想考呢個 conversion，所以我就直接接駁埋個 LB，咁我又可以攞到個 degree 嘅頭銜，又搞掂埋個 conversion，直接就報 PCLL。咁如果嗰年 PCLL 真係唔收嘅話呢，就冇辦法啦，你要等下一年再收生嘅時候再申請過，睇下嗰年嘅收生標準會唔會有啲唔同，而令到你入到去呢。咁我亦都有啲同學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係啦，冇問題。係係係上堂嘅，上堂嘅，係啦，全部都係要上堂嘅。哦，嗰個係唔同一個課程，咁但係詳細要問翻 Hong Kong U Space，係啦，計埋 LB 嗰年就3年咯，但係如果 CPE 本身自己就2年，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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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嗰個課程安排會問翻佢哋 staff 會清楚啲，因為都若干年前啦，我自己咧係啦，可能有啲唔同，係啦，咁就今日即係時間，我哋要 wrap up 差唔多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問題，我哋可以線下再討論或者再問，好嘛？
Thank you，唔該晒。